欢迎收看《后杂太上宫》，有吧太上宫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土司中中国乡下来老后生人大最久了。今日来老大家讲嘛解咧，大部分嘅人都有谈过恋爱唔过咧，人生最深刻热天还是第一摆嘅初恋。讲到初恋，到底係乜嘅意思咧？有人講係酸甘甜，有人講係苦澀澀。但係初戀咧，就係講到佢面到佢嘅時陣，人嘅心肝頭就會略略嘅痛嘅感覺。唔過，就算根本嘅唔知幾多那片，幾多做乜嘅事情，最少係基本嘅啲乜嘅係初戀了。今日咧，我哋有請到50後生人老大家向下來分享佢哋嘅初戀大細事，掌聲來歡迎。首先老大家小嘅係自己。大家好，我是已經有初戀成為最熟悉嘅上婚人嘅子怡。當然係一個艱苦嘅故事。等下來講嘅都係喺艱苦嘅係成績，等下來分享啦。第一集老大家小嘅係李家。大家好，我是上島搶公主，初戀係公主片嘅李家哥哥。公主片啦，唔係公主，唔係公主哦。上島搶公主。上島咩唔搶公主？第三集老大家小嘅係阿權妹以權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初戀快半年長春談戀愛嘅阿權妹。半年嘅時間按到長春，等下來講下呢半年嘅時間都係用完來度過嘅嗬。第四集老大家小嘅係小鳳。大家好，我係初戀對象，我好嘅葫蘆油，生日看到生日愛小鳳。按詞歌等下來看人嘅詞歌嘅事蹟了。咩詞歌？初戀嘅事蹟。好啦，佢最尾你嘅小嘅係田玉。大家好，我係全國蹦到愛嘅田玉。應該做田玉係嘛？從田玉嚟用強用。好啦，家大家都講到係初戀哈，有人講係初戀是那種酸甜的感覺，沒有人講係苦辣的感覺。都在大家心目當中哈，那初戀係真是有去談戀愛牽手算是初戀，還是愛戀？暗戀咩係算係初戀？大家講一下，你心目當中嘅初戀到底係乜嘅感覺嘅少女心發作徛起來嘅詞語？無啦，我感覺初戀啊，一定會正式嘅交往，會成為男女朋友。唔管發展到哪一片去，一定會正式交往，這樣算初戀。嗰個一聽我有交往嘅歌唱，這樣算係初戀唔錯嘅。幾時佢有認同喎？嘿，我知道家是講咗阿自己按你交往嘅話，跟我幼稚園就談初戀嘅啦，我同我隔壁林莎嘅相吻嘅呀，後擺就 Q 嗨啊！嗰種人嘅理解咩嘅按你咩談戀愛？我啊，跟我當年水母愛咩談初戀啊！哎呦，我今天又教一個新的。唔係，就係愛體白有嗰種心肝卜卜跳嘅感覺。心肝就卜卜跳嘅感覺。唔講那種按用嚟就輕奏就有卜卜跳咧。好，按奏係冇。有喺個願意花時間啊、花心思啊、為到佢，我同佢付出當多，按你就按到初戀。給你講，認為係乜嘅係初戀咧？我認同以權講嘅初戀嘅感覺，就會愛對真係從對人開始，真係來講愛你，體白天數啊，體白有嘅識字嘅感覺，韓國啊嚴格嘅感覺啊，體白當多嘅感覺就玩到初戀。當多嘅感覺，當複雜初戀就係當複雜嘅心情，有時就會痛，有時就會笑，有時就會知道呀，上人真係攞嚟盤死，那種就按到初戀嘅感覺。我嘅田用嗬，看起來冇嘛，跟認同前面嘅3個4妹嘅想法嘅嗬，因為我笨蛋嘛，知道兩個講好將按到戀愛。不過我我倆差唔多係11個4啊來，佢唱13歲，不過咧佢。中意嘅4妹同學，唔係朋友，4妹朋友係4妹同學，佢中意3、4、5年咧。哎呦，冇行向下哦，佢嘛冇同佢講，不過倆4妹先改啲，佢嘛冇鬧倆個4下來，難道這不叫初戀嗎？佢咪當在意佢啊，佢嘛會心肝卜卜跳啊，佢嘛會認為倆個4妹佢會艱苦，佢會痛，所以我知道至少要一片就認定說哦，我。好倆個4妹，我中意倆個4妹，又係我中意倆個4下來，不能3心二意。看一個好一個，係是唔得安尼不叫戀愛，個人戀愛。去加用之後咧，大家認定一改。我覺得不管對方有沒有認定，好，第一個他要
他要认定这一个韩国几位人物不管是开始也是结束，几位人物两个人，几位心情会本其影响。但这度俩字是第一摆有两个经验值算是初恋。大家家談到最四殺四阿妹講嘅初戀嘅感覺，你可能問猜場吼，出現愛意嘅回憶嘅四阿奶嘅吼。我冇想到我有印象我談愛初戀。其實你沒唔想，因為通告發你沒辦法。談愛啦，嘿啦，伊個絕對冇想到愛知道愛初戀咪好當簡單，只要不緊張。我做只要不緊張，天數咪好，啲數不流汗，講法不低聲。你不偏嘅數汗針啊？唔係啦，佢咪不偏嘅啦，佢講法上是不低聲，然後還會就講，我相同到心思那個小心思，你嘛就講誒。佢好嘛該啊，我一直在意，我影響到人嘅心情、人嘅思想咪吼，還有我算唔落高啦，算唔落高，算唔落翻啊，我就跳卡是跳到沒歪啊，反正就會影響到心情，會變小男生。剛剛很偏你，懂嘛？看唔出你會排聲，按面皮按譜。又會排聲啊？嗱，真係會排聲啊！係啦，係講係細細噶哈，誒咩冇見聲啊？貴少噶哈，貴少噶哈，但係我中意嘅嘛，該點啊？班長嘅類型，好嘛？係班長嘅類型，講課愛好，講課一定愛好，然後。嗰時候，有上次欣賞嘅座位，我按用排，就講幾個人嘅坐嘅，一組按，係一組的並在一起。唔過通常我成績好嘅人坐強下，好成績唔好嘅坐強下，唔會到老班長坐強下用㗎咋？功課愛好，係成績愛好。你希望坐強下？我要坐強下，我要坐強下。唔過我成績雖然好，唔過我係。我啲辦法我算高談啲，高談先。你看緊張嘅，梗係緊張嘅。高談，因為都嘛你嘛，因為唔小課會鬧，嚇，唔小課上課冇乖，班長就會來處理，就會來改。就算佢唔想注意我，唔過佢係班長，他管理秩序。必須要注意到，係，我就當歡喜不去管理。是嚴重嘅，是要按你好。唔過成績愛好啊，嗰係要寫嚟嘅嗬，啲學校嘅嗬，也體育課，一定要小課墊一下，係跑步啦，打球啦，也就係唔向嘅班長有冇展現自己的一面嘅機會嘅，因為嗰種是講法係。講唔出來啦，唔敢講嘅，唔敢講嘅啦，只敢用行動，就講調試鬧啊，好本地嘅，被班長處罰哦，好開心，對啊，咁奇怪，被班長處罰哦，我是開心，你被班長處罰，就是把我懂懂睡啦，也好，被班長罵也好，就做懂聽你嘛，你們沒有被班長罵，只有我。嗰種感覺，唔過你係仲像咧一種嘅暗戀嘅感覺，暗戀嘅感覺。家庭擁有講到嘛，其實暗戀咩算係一種勉強算一種談戀愛嘅感覺咧。唔過你話暗戀都係用辦法嚟產生，就係有一個下動嘅對象，當做很多愛戀啊，哈。唔過嗰時節哈，大家這時節用辦有一個那個愛戀的對象，咁細個人可能係有氣質班長，細個人可能是運動健將，功課好嘅對象，大家有想到做學生嘅時代啊，都在心目當中，乜嘅型嘅細來細麼人最受歡迎咧？自己先來講吼。講到男生還有女生吼，除非你嘅學校啊，男生女生冇咁簡單，太複雜掉，因為青島。唔看愛就好啦。唔係哦。點點？唔係。你用得可唔可以就講唔係？嗰種真嘅唔係吼。我沒同意，我沒同意。因為你青島嘅課呢嘛，嗰種呢唔係單純講最基本嘅，就係細麼人會上來講，細漢人會演導。唔過你青島嘅課呢，嗰種像民俗記憶課，細漢人應該會點嘅輕調啊，會清理開。係嘅細麼人呢咪功夫清好，嘅像係啲傳統戲劇嘅呢，大部分第一集就唔係。大部分細漢人應該係無主的，文主的就他男係男生。唔，你講就唔錯，你就講唔錯。好，嗰時候文主咧全部做主講啲嘛。做詞你係給我講法。你講30秒鐘。因為呢，無主的細漢人功夫較好，可能把子啊，做得大輕調啊，還有把子啊，非常的厲害。身材可能未較好。真嘅啊！跟細妹人呢，唔單講可能功夫較好，那些細妹人文主嘅發扮相。一定會講，
嘿功夫啊，还是唱歌会讲。不过大部分我感觉，嘿民俗技艺课嘿较多男生啊，嘿。你就知道一个这样女生会不会她难去接群呢？我因为我感觉唱爱就和男生的因为我亲和力太强了。跟你会不会给啥算是男神级吗？这个哦，男神经对不对？什么神经？神级，咩啊？咱讲，来做客家戏口的什么？咩？当到小学妹全部人呢，Q 呢佢看唔到，全部看演员。莫乱讲，莫讲吧，哎，你刚刚你身高很高的，面就差来差到位了。好啦，嘅咁麼小那嘅小鳳嚟，先嚟談呢個你心目當中嘅西拉人老西妹，哪一種嘅型咧？西拉西妹最舒服人咧？其實我自己講嘅差唔多，唔講係說西拉西妹，尤其西拉吼，頭擺就係要買沙團啊，團種係最重啊，佢係運動型咧，西妹係最好。韓國西拉嘅聽說就從自己講嘅大輕調啊，還有功夫，聽說係非常嘅厲害。誒，小學妹就會見你頭，那個學長都嚴重300毛嘅。唔講係就西拉嘅老西妹，尤其係成男生嘛，西拉老西妹嘅看法就冇共用。從西拉知道西妹嘅動靜就會細細隻嘅啊，掟一下嘅蘿莉型嘅種嘅，西拉就動好。唔講西妹知道成啊，就係那種哥哥嘅啊，係有啲氣力啊，氣質型嘅，像愛用公主型嘅，就係睇架最好嘅啦。唔好按你出風鹹菜之間講條好嘛？你權來講下，頭擺知道哪一種型咧？誒，西拉拉西阿妹最舒服人咧？其實你眼嘅好教啊，就係可能會打扮嘅西阿妹嘅，韓國拳愛過係短條嘅，所以眼尾動舒服人啦。唔講眼嘅拳冇過係短短，對，韓國西阿哥嘅就係可能係比如講沙灘地度啊，有捏鹽沙、捏舞沙、跳舞啊，又係講會打鼓嘅啊、彈吉他啊，嗰種嘅表演嘅時節嘅台下嘅學妹全部都。真嘅，像粉絲咁樣迷妹就錯嘅，大家就係好嗰種有才調嘅西亞來。佢聽用你心目當中嘅親手反映嘅西亞來係哪一種類型嘅？有一種啊，頭先冇講到，就係愛斯文言導係聽出愛，還有一種係愛壞壞的。哦，壞壞惹人愛。唔係好唔好？唔係哦，一唔掂啊，你同事啊，唔係快係先嘅快唔係人上到快。通無共款，可能係因為我哋總係本人教做乖乖牌子創安尼，所以我就會較羨慕，也係較嚮往那種壞男生，唔係壞太，唔係那種是對痞痞的，對，那種西來就好像比較有自由的感覺，就有男神的那種氣的感覺。其實誒，你講到咧嚇，其實會發現哦，到底哪一種類型咧？誒，西亞哥、西亞妹都大家嘅心目當中就是男神女神。不過到底哪一種還有其他嘛嘅類型係大家心目當中嘅男神，然後女神，聊下先聊下，等下再來繼續來講咯。噼噼啪啪，槍槍哩哩，哎，呢個當有氣質啦，來講下唔點樣嘅形容。呢個還有這個鋼筋，你綁馬尾看到鋼筋當腰，同翅骨當血，嘿，皮膚當趴，哎就冇啊，好睇。看天陽嘅時，是爆米花嘅時節啊，就是嚟可能你看下時候看嘅時，你真看樹，看下就面對。好，歡迎大家都進嚟後生睇上我嘅節目現場嗬，聊下一本蔡崇輝嘅西拉來講下，頭版心目當中嘅女神類型到底係乜嘅類型嗬？小鳳來講啊，嗰件少，唔係，梗係要講較中意兩種福建嘅啦嗬，叫做版種嘅類型，係，唔過係要隻重點，嗰邊叔公北美，較中意嘅係叫做要綁馬尾。唔係，而家就冇咁快，咩啦？嗰種綁馬尾咩嗬？噼噼啪啪，槍槍哩哩，哎，呢個當有氣質啦，來講下唔點樣嘅形容。呢個還有這個鋼筋，你綁馬尾看到鋼筋當腰，嘿，嘅同翅骨當血，哦，很血，嘿，皮膚當趴。哎，就冇啊，好睇，好，沒就講，按那些什麼沒好，就本人知道懂可愛。哦，係啦，
真嘅。东强村呐。对啊，刚才我这一点要认同修凤，就是马尾比较像沈佳宜有冇？哎，对对对对对。好两种，真的是女神。嘿，就唔愛然後頭拿冇用到法拉比卜啦，就當認真讀書安尼。哪有法拉比卜？哦，冇卜。給我們你看麗嘎，你心目當中嘅男神女神係哪種類型？係我幻想嘅男神咧，就係又高又豔到，含個陽光型，就像彭于晏愛用嘅類型朋友。冬天到韓國咧，你聽說韓國彈吉他嘅時候，然後你講哦，我愛你，為你做一首歌啊，賣東西嘅那種嘅幻想對象就係我最中意。呢種冇可能咧，就會見上。韓國人太檢調，太素，做得任何事情都讓你動態按用。其實而家講嘅就我老幾就名模強用，完全讓你冇用用，完全讓你冇用用。太嘅素，係冇？係我把做埋同款啦，太嘅素。陽光咯。所以阿妹人家真係同我分享，你天天嚟上下，天天嚟碰啊。不過你阿下問太家是係吼，你談初戀談戀愛時陣，聽出愛做嘅3件事情，因為係哪3件事情，向大家寫一下喎。你談戀愛時節啊，比如講尤其係初戀家下吼，即係聽愛做一條嘅事情，當證明講哦，我有談過嘅轟轟烈烈的初戀，都在喺馬街咧。不過像我去講英文講，假是談初戀，我聽說第一個一定要去美術館，尤其美術館的時間哈，可以牽小手啊，看展覽品。不過重點唔會看展覽品，就是可以偷牽手，安內吼就本大家知道。我們有在談戀愛咯，然後先看一下自己有些好嗎？第一件事一定去看夜景，有沒有看夜景？因為看夜景就會按唔到，給時間啊就輕有。都得走快時間。唔係啦，因為呢情浪漫嘛，然後呢又得一定會貢獻，係冇？按唔到是得會咖啡還是咩啊？哎呀，冇啊，按用講乖乖。醉翁之意不在酒啊！好，第一件事情呢，就係嘛嘅情侶裝。情侶裝哦，哎，你記唔記泰卡就做情侶裝呢？有看到冇？就係按用嘅，唔係完全做共用嘅，像做有啲像嘅類型，共用嘅就做出去就得帶影相係嘛。第3件就係做卡片，平常啊貼嘅建議嘅時間，一定要做卡片，嘛個生日啦、週年啦。好，第4個就係個爆米花，因為看天陽嘅時要吃1桶爆米花，總得1人1個，一天窮下食爆米花。平常是食唔到係嘛？一天還食爆米花？唔係，因為食爆米花嘅時間，就是在可能你窮下食，然後看嘅時候認真看數，窮下就名到呀。但係常常真係懂3版啊，真係都唔掉嘅，睇3版。反正得 V 啊，來。哦咧，停下來，看起來係自己就係嗰種情感都懂得分享嘅細阿妹，唔過我有看到別人行下歐巴，嗰種人很多綜藝圈。我有到歐巴嘿。從市場上用版型。從市場上就係頭前面有一隻嘅王公咩，啲細阿妹就會坐到頭前，啊細阿妹就都喺度幫按你起，就咁樣啦。我知道你有想看聽到。我真經有發生一件事情係按你。哇！問一下，我真的覺得，每次都好跟談戀愛一定要保意外險哈。係，嘅係第1件聽朝會做嘅事情，第2係第1擺緊嘅時間，嘅叫我按你叫跟我從細愛看卡通底度，全部就按你演啊，按你做啊，動作好像有。嘿，然後跟皮骨好像黏起來，皮骨都在片，冇皮骨啦。然後第3件就係因為頭擺冇嘅名錄，嗰時候講天花真研究真有大數據，我就打過卡天花，嘅天花費同阿度就送錢橋。啊哦，嗰時候頭擺然後談戀愛真係懂事情，後才聊下有名錄，嘛該 Line 啊 Facebook 5事件，吼聊下唔是天花撩嘅啊，嘅你家咧。我嘅初戀係貴族嘅時節，較務實條嘅啦，就係定情物，定情物，有啲乜嘅，嘅時節衝浪手環啦，還有買速攻嘅
东西呀，嘿，天天就会看他来吃麦当劳，还有某个谁看他吃麦当劳就会吃到一些东欢喜的事情。你冇試過麥當勞？其實冇試過爆米花，亦冇試過麥當勞。冇，尤其係你是睇麥當勞食唔睇嘅時間，見到你是睇。你可以轉個直筒嘅嘛？我全部都係在睇啦。誒，第三咧就係看他來讀意。按鈕就會非常的浪漫嘛，尤其喺奧多拜嘅時節啊，都意啊，然後還有老人家南燈啊，買動人啊，讓你出吹啊，咁說你係撥片嘅冇？跟住嗌向下讀水嗬，先讀水，撥片，向下送煙，好，等來了，拜拜。叫他動意，然後還拿點雜唔聽。這個就難拜的，這個太會幻想。咁我做係冇啊，真係唔多。你知道吼，俩30歲啊，冇有真經偶像劇看聽到，你看吼嘅聽眾吼，喺地位最實際之嘅、最實在嘅，來講一下好冇？因為我知道啊，初戀啊是人生天出愛有一段 puppy love。因為人家青春哦，一起唔會一氣子唔會轉來咧，所以初戀嘅時呢，一定愛從當細漢嘅時，係像閒時唔得去奧多拜嘅時啊，係忙喊東東人關園嘅時啊，吼國小啊國中，所以我對初戀的想象只係牽手，我初戀冇牽過手嘅，冇牽手，有名過手冇牽過，啊好害羞，害羞。還有聽應該初戀嘛，還有聽應該係散步，當然散步組合技之後啊，牽手散步應該唔是。好，第三個係小親密，唔係大親密哦，冇屁股嗰種。小親密的意思係講，你做一順有點親密的事情，你只會動聽。摸頭是嗎？摸頭，然後兩面，然後你捉幾個歪頭。這就是 puppy love 的範圍，初戀而做嘅事情。係上當啊，細細家下啊，動到哦，本然家姐冇辦啊，有啲人嚟講過，本然偏正。人家冇強樣，配上你係真經好幾隻細來，你係你單槍冇帶 OTT，冇強樣，唔過剛剛看到細阿妹都知道吼，真經吼電視劇。看聽到誒，趕快回到現實好嗎 ？OK， 給細下來啊，王太哥，跳歐巴下5條做嘛呢？那也全部就正經有做過誒，你知嘛？嗱，所以就誒，這樣子細細家下咪吼，還唔抵講用錢去買，好，還唔曉上家下會做手工卡片。哦。係，還有抽查嘅，一抽查嘅嘛個點嘛？就講。排隊嘅朋友，抽查嘅轉去夾屋卡，就算係半夜11點咧，先排去抽查嘅轉去，等去講嘅天天嘅轉去啊。啊，轉來就本睇人看。係啊，嗰陣時嘛，都得去轉嘛，啊，等下，很多排練，然後再排隊朋友抽查嘅轉去，去個天天嘅這樣轉。啊，嗰還有就會講，其實很多啦，就講3傳這樣抽啦，要下3傳啦，係一定要關心嘛，都在身嘛。係嘛？喺冇寫喺度嘛？係基本嘅啊，係有基本嘛？係嘛？有一聽愛，還有簡訊問候，係其實這樣子。問候跟三餐唔係重要。三餐不也是吧？簡訊問候係乜嘅嘛？都哪一片呢？我說當時個這樣子全部帶學教，古時候嗌紅蟲，唔係一天會紅蟲，你必定還要送過。起床了嗎？這樣子一天會問，哎，早安，起床了嗎？好，午安，要不要休息？晚安，睡了嗎？飛發也聽愛，我們住校啊。如果這樣子一天會問，還有牽手。哦。跟就點點哦，就誒咩冇共同頭髮，冇就都講法扯很遠，唔夠數咩哈，就條條牽起來，嘿，然後就這樣子牽到流手汗哦，過1-2個小時哦，然後最後差不多集合了，然後再好像沒有發現，好放手，然後放手的時候可以數下吹下，動作換係冇？牽1-2個小時呢，那個係啊，古時候人家真經都有做到。純的愛就只有牽手，純的愛，唔係純冇皮骨咧，冇皮骨。我們大家講到按到吼，等下轉來繼續談大家都在初戀跟他用版來發展，還有初戀跟他愛做乜嘅事情咯，兩下你閒聊一下了。因為這樣子咩吼？你大概下課加下按布頭，課鬆體以後，我有1點鐘嘅時間，有冇？有。剩埋全部係群居動物，嗰啲天橋啦、走廊啦、練功房啦，講到唱西門人唱夜公園。
175公分的熊，就是动态，那已经可以当那个你要快点标诺波吉祥物。哎，一听会改给娃娃，你们讲真的要改。好，欢迎大家多做嚟后上太上宫嘅节目现场吼，加小凤下都按到，要讲都按到，唔好挨裂下门嘅係，跟天這擺談戀愛係哪個世界？用版來發射啦！唔，安尼啦，因為我做安尼咪好，一講睇以後會被偵查組約談。偵查組應該是藝人偵查組吼。王太太偵查組，整集都在跪算盤啊！安尼冇啦，他有講，貴重嘅時間，因為幾樣時咪好。你大概下課加下按骨頭，課鬆睇以後，我有1點鐘嘅時間，有冇？有。剩埋全部係群居動物，然後全部一群一群的哈，我啲天橋啦、走廊啦、練功房啦，講到唱什麼人唱嘢講樣樣，大拽鼓哈，那喺廿個時間咪好，嘅1點鐘，那係有什麼嘅小食，佢就表示乜嘅名花有主。你打卡咧？可能係群居動物嘅咪好，佢就係蛋神愛哈，有機會下手。現在咩動靜？現在咩係打群體戰。一天我想去打探軍情，你知嘛？就講你大概什麼嘅？應該係冇問題哈，還冇人聽啫。現在就會假裝融入，你們在幹什麼？然後現在就假借就是增加話題。向他融入，先做朋友啦，先做朋友，對朋友開始，天天咧安尼，差唔多過1年以後，有機會真講，無就那叫拜五哦，大家出去食飯哦，變到朋友。假使講嘿，你是女主角，看上去食飯加下沒有，就會滿家姊妹看哪一組啦，做女主角就會滿家好姐妹，就講佢啊對俺乜嘅想法，冇想法哦。有啦，有想法嘅哦，然後就會請佢好姊妹天數，反正嗰陣時就按照講打有把握的仗，然後就開始跟他講呀。就是手工卡片啊，早餐、晚餐啊，簡訊啊，牽手啊，安尼咩好，沒有經過表白哦，就莫名其妙丟胸下。哎呦，嗰時你真嘅冇嘅初戀嘅酸酸甘甘，就莫名其妙胸下，唔點嘛？係啊。唔過看嘅字義吼，雙魚座、雙魚座、浪漫嘅成錯，應該有乜嘅甜蜜嘅戀愛嘅感覺係冇？你想應該係懂浪漫係冇？係啊。其實。我先講一下乜嘅故事吼，其實嗰陣時雖然係個初戀，咪係好高嘅學長，唔過呢，你唔係出個好高認識嘅，你係嗰陣時貴種3年生，貴種3年出家嘅時節，嗰陣時就有親到嘅學長學姐啊，然後他們就請我去做嘅直銷。嗰陣我就係我嘅初戀嘅下線，嗰陣時你還可以賺獎金，因為你出家做直銷，嗰時候出家時，你唔係唔對，做嘛？嗰時候就帶你去嘅直銷嘅片，就帶你跟我去食飯啊，大家出去聊啊嘛，個學長就係帶你帶我政府卡，慢慢嘅吃嘅就帶鄉下。唐曉嚟真見一系列都冇甜蜜嘅感覺，就有點神奇啦。哇，該神奇莫名其妙。跟你講咧，要不要初戀故事？我嘅初戀故事點解過3個時節，係我欣賞，有點欣賞欠我嘅先嘅，做我嘅月老啦。因為按樣講咧，因為嗰時我還細細，就唔知去我輩啊，看欣賞去哪邊看，欣賞就凊彩講，你問個學長我很忙啦，那就一問佢講，學長請問我還病了呢，學長請問那個拿在哪裡什麼的，然後學長就看我很可憐，看我東菜哥，就然後我講用嚟行，嗰時候後面嘅看到我出嚟問我講，你有較好點嘅冇啊？有偏情較好點嘅冇啊？然後後面很多無名小站啊。見啲留言板啊，按樣灌水，好後面我就強下嘅，不知不覺強下按樣，嘿，你冇浪漫，莫名其妙，莫名其妙啦。我來談浪漫故事了，嘅上年很多一見鍾情，鍾意情。超係捱啦，吼！嗰陣時係夢通嗰陣時係睇嘅男朋友，佢係對我一見鍾情，啲好高嘅福利衫，就看到我有個小妹得獎哦，嗰度佢就同我嘅同學談到捱走成條尾好高。
跑步，我去运动，嗰時候佢就當一批嚟嗌跑步，嗰時候我就開玩笑講，我係真根本嘅腳到嘅，用跑步腳到誒，是不是很浪漫？呢個喺茫茫嘅，我有時嘅浪漫嘅感覺吼，跟聽用嚟你嘅初戀故事。哦，人嘅初戀故事就係轉角蹦到愛。哇！像周天陽、周熙強用，即係嗰時我咪係國中3年生嗰時，嗰時應該啊考試嘅時唔得談戀愛嘅。不過你係緣分，即係我就是把下考試分鐘我是。尿洞去，你真嘅冇浪漫，你天事情冇浪漫，尿洞去東上啊天上係只撞出去牙交舌，結果嗰時還冇唔是嘅初戀，寫嘅朋友其實托教嘅班號嘅細妹同學托腳記托教，其實緊走，其實蹦到嚟，係只衝按你嘅轉角嘛，啊，只蹦到哦，靜言動氣，然後盤跌到，還個還有木匠啊，木匠咪。快劈啦，屁股啊、武槍啊、流屁血啊，當手正經。唔要動出，我可以碰到。冇出來。有相似。學公司轉去咧，好，過來之後我跌倒，一直嚇到。啊！我頭上係因為嗰時我嘅先生係好 boy， 冇啊，一般嘅寫來啊，講非是離子寫名咧，咁走。因為嗰時有先生托巡航，佢唔敢寫名，其實托巡航，我先生是帶我去洗面啊、洗手啊、進京東採購，其實托巡航啊，就是沖水的時候我還按你看。你個暗胖冇按嚟幫你，哦，其實按嚟我記得其實按嚟頭旋風健康嗰種，面不敢抬起來，就是嗰個死嘅快嚟啊，碰到嘢用選。過來之後，一直輾轉只拿到我嘅即時通，條白嘅通訊軟體。我相信你睇看電視、看 YouTube 嘅朋友唔點嘛，佢就即時通。你係時代的眼淚，好，之後按嚟。其實家眼，然後同埋非是你好好嘅講一下，然後個大嘴鼓講小事是強下嚟。哇！真嘅係周天陽轉個蹦出愛啦，蹦到兩下，蹦出來，周天用版蹦出來，我真係想唔聽嗬。不過誒，你談戀愛剛好，一定係條男會 fight， 小 fight， 會為到對方做出一啲咧誒，當即個條白唔會做嘅事情，當到難忘嘅回憶嘅，以權上來分享一下好。我真係愛講嗬，我一下要嘅台灣好心橋嘅名嘅嗬，全部愛什麼我嘅前男朋友啊，我嘅初戀啊，因為講到我嘅初戀真係好心橋訓練營，跟一般你嘛嘅做卡片啊，做點心啊，做片檔啊，我全部就做誒，我還做一個情書用素戀呢，有一個娃娃，還有名嘅叫做。係主公嘅係冇。嘿，頭擺就會小腹上動，屁股頭就很幾小胖寶這樣。聲音嘅啦。對，用這個分享來按呢，嗰個也係個情素戀呢。哦喲。是不是很像有買？我做得有買耶。很正經。後線 Q 台灣後線 Q。係台灣後線 Q。係因為這個係台灣後線 Q 嘅嗬。唔過人哋嗬，可以係真嘅茫茫，唔過有人讓過人。馬莎。幾時你坐到牙船可能都黃少鳳啊。詐騙6點鐘嘛，咩啊？家講嘅莫名其妙丟腔下有冇？嗰時細細還唔知講，阿媽家人都談戀愛，真正有感情付出嘅差唔多係高三。唔過聽晚人係叫我畢業嘅，你知冇？叫我畢業係變太學嘛。結果我嘅初戀對象佢爭高三天天，啊結果咧，我太學家我托個學校啲木柵，佢帶女褲。嗰時候我搭熱下課，我就啲木柵啟動女服轉來看佢，親人誒，係當熱咯，嘿，然後有上次來看佢嘛，叫我講，我想我食吃林亞斯嘅雞排，係嗰陣時有隻動態嘅雞排，係當出名嘅，嚇，我就當講去到士林咯。然後去買雞排，咁流轉來，係要流轉來本地，就為咗本地食雞排。係奇怪，學校萬那就有雞排，叫我食士林，我一上去，咁就條路快啲咧。真係條路快啲。嗰陣時係答應點啊？點啊？因為你做表演咧，學校畢業我要畢業公演，啊，我有謝幕噶他們，我就講，我保證幫你做全場焦點，公演謝幕噶。嘛，你要當脫褲俠嗎？唔係脫褲俠。那除了獻花懂很小事情啦，哦，小口事情，那送給一隻175公分的熊， 175公分。
跳拿动态来数那你去了，就是动态，那已经可以当那个你要快点用萝卜吉祥物，哎，一听可以改给娃娃，唔免讲，真的要改。嘿，动态上本期，叫我是阿爸还是家长会会长？哎呦，做台下阿爸给面咪好欧面。跟阿拉，阿拉因为做了种事情啊，他係正經東南夢個田用頭擺有老男朋友做過嘛個東南夢嘅回啫嘛。我頭擺做過一件事情，因為我哋係偷強下，所以啊冇時間約會，沒有時間約會，所以我哋就會寫信哦，慢慢想起來啊，我各種嘅寫來啊。功課冇一號嘅寫來啊，緊寫信真緊有點難，其實通係寫，當然寫，誒。過來前輩我哋係偷強下，所以我哋是唔得光明正大來信來信去，所以咧，嘅好朋友就有一個功能，就係每一節下課10分鐘，嘅好朋友就會假做冇事，經過我哋班同我拿信，嗰個行去我哋班本件信，過來同佢拿信，假做冇事就嚟我哋班本件信，其實轉去。哈扣就係。當然就1-2封應該就，現在我的抽屜裡含有100-200封，應該有200封加嘅信，所以幾個片嘛就200封加嘅信，就像交換日記一樣。啊，你懂像日治時代地下工作者，我搞翻嘅情報有嘛？就係你。睇是唔得本人看過。田用等下按你轉來，佢繼續來談田用夾嘅動神奇故事，談講後面很勁爆。因為聊下先聊下，等下轉來我講係，你個搞男朋友嘅時間唔好聊下初戀到底係用辦，可以有馬介法，留初戀嘅對象來講了，聊下先聊了。其實啊，你嘅情況卻有一首歌曲做嘅代表啦。啊，老師音樂請下，就會講我們變成了世上最熟悉的陌生人。好，停下來。難道初戀要長久咧？大家就講係要5年咧。係啊，然後你係算好朋友啦。故作冇繼續下去。當然冇繼續下去啦。就陪你還有。哦，歡迎大家又到咗嚟後生太上講嘅節目現場哈，剛剛講到田用哈，田用發生咁多嘅事情，好像在拍連續劇，也係嘛個天戲劇哈，就在家下有個很搶戲嘅送信嘅嘅哈，就在呢以外，你用啥有創錯過嘛個嘅回憶嘛？就是個當孤獨嘅愛知道，就係因為我識來朋友就是親好朋友記。較像係放牛班嘅款嘅同學，有相信我哋會拖，因為我哋單槍，我哋係偷強下，所以我哋單槍是咧拖學校約會，我哋下課10分鐘，我哋就會抓緊機會拖嘅乜個別國啊，來講法一下，聊聊朋友就會拖順風獎金，獎金就會從對腦袋看就會像係拖做乜個事情，就是擺住係，我就看到我就拖約會嘛，拖講法，然後該請。死黨啊，保鏢，該只看到那個主任跳住，安尼，跳做嘛該快事，你這個寫來，這個寫咪冇做嘛該其實走咧，所以該上該擺進個只係主任頭上講，你要擺聲音，放牛班嘅聲音，有頭做嘛個事情，冇嘛個事情，談戀愛，冇對，白跑一趟，還有一擺當可怕。青年人講係因為嗰時係考高中，嗰時學校就會規定講國三生當然後頭學校晚自習到9點，如頭學校巡航補習嗰年唔知7點下課就行轉去學校，晚自習到9點，所以那就是一個好機會。好機會。所以因為我哋頭冇強款嘅蔬菜補習機邊嘅，個做一歲下課，所以其實是得下課行過來我嘅補習班，等我下課過來強下行轉學校，我去晚自習佢轉部卡，有一擺出鏡嚇死人，因為我下課看到那部卡嘅車拖門口，到門口。哈，到補習班門口，好應該要一起走回去了嘛？冇識來朋友單上車，佢好朋友就過來講，跟乜嘢，偷講，跟乜嘢，同呀車燈紅，佢就想講哈，我就看，安尼看過去即係阿妹同阿識來朋友，我就想講兩媽用個啥啊，救命，用個啥，後來我就正經動車，我就登記落來，我就問佢講。
俺没同公嘛该啊，有没有吓到你啊？几公模啊？俺们只同俺公啊，俺呢好好啊，准备考试啊，爱心呀吧啊，有认识啊哈，俺呢啊乖乖安尼，俺就不给在这嘞。从此以后，俺进行家庭革命，俺娘娘子爱，俺没做2拜吧，是男的。唐有个形容吼，真正系做天将吼，做天将。嘛个应该有想开情节，就尊重下本独到的，系唔吼？如果你下问题个系初恋嘅3年，老二你下嘅感情係樣辦，到底係要傾下，係分開，係好朋友嘅，到底係乜嘅情況咧？自己。其實啊，你嘅情況卻有一首歌曲做嘅代表啦。老師，音樂請下。就會講，我們變成了世上最熟悉的陌生人。好，停下來。謝謝。等下，你根本唔係鬧嘢大擂台，係後場開始。好啦，最舒適嘅上歡迎啦。好了，就按用嚟啦，好。好，矮迪嘞，不要再戳傷你的心理的痛處，給你講哦。我依家嘅初戀其實個係非常嘅久咧，也係其實算係朋友啦，因為佢老我共下差唔多2年嘛，唔過我分數嘅時間從高中嘅時間，我嘅時間我真係喺動感苦，因為我係花5年嘅時間，這樣慢慢地行出來釀成新嘅戀情。係因為其實就係分數嘅時間啊，佢唔係老我分嘅動槍力。一年還係有老愛聯絡啦，藕斷絲連。係藕斷絲連，嗰陣我就唔知佢想要做乜嘅唔掂喎。唔過一下其實我老佢嘅關係就係算係朋友。唔過有陣時佢係打電話俾我講，哦，係講你冇男朋友，我就當排泄啊，想要當做你男朋友呀，這種話題。好，有點難過的感覺。你知道佢懂感情啊，懂感痛嘅，跟住權啊。其實我同我嘅初戀嘅男朋友，他竟然分開嘅，韓國分開4年嘅時間，所以我傾下係8年，也係當同嘅時間。嗰時候分開，講下清楚係當艱苦，非常非常嘅艱苦。我咩說當演戲，因為我設想講我愛加半期嘅，都傾下8年，按長久嘅時間。不過也係因為已經分開當久嘅，我咩知道當感情期吼，嗰種是8年都陪到我身邊，佢咩當保護我呢？你8年嘅長存都知道，傾3年嘅心。哎呀，當大宋。係啊，嗰種人嘅戀情、人嘅戀愛、人嘅初戀，真正係講吼用長存歲月來換來嘅，係唔係？嘅天用咧。我同我嘅初戀共合1年呢，個人我是上高中，我是出現我把帶頭學校讀書，所以我呢就冇時間好見面，我呢單槍就打電話同傳簡訊呢。過來之後，因為我嘅功課啊，或者社團啊，玩社團玩很兇啊，竟然冇時間好插佢，冇從嗰時讀國中嗰時，我按手機啊，印郵寫信啊，同佢聯絡。你新冠侵犯。對不起，排泄唔會條條嘅。後來我還記得佢傳簡訊同我講，人哋行啊窮下冇，哇，那就是切嘅狀態啦。你幾隻出上夾嘅線呢？但係今天唔係條條，不過我今年去到我哋係漸漸的價值觀係冇通用的，冇通用嘅，唔係，這不是我可以控制的。但嘛是唔得改變佢愛去幹嘛？改變。冇法度改變，冇法度改變我自家。過來有一班我只係剛分手，還記得有一班我只是同我朋友坐巴士落牆，我朋友就看到我已經分手了，前誰來朋友？其實哎，蓋頭蓋紅，我就看到佢，我就走命瞎命，只有都母家戲是唔係？我真嘅，我唔知啊，用是面對佢，我唔知啊，同佢講嘛，我就瞎命他變啊，其實挺唔好嘅。後來嘛，啲講佢對兩件事情去到當艱苦，佢會想講我做乜安尼咯，佢用咩？我來黐我啦，打我，安尼應該是在做朋友啊，我做話安尼做，但我會安尼做係因為我唔知點用夾實，姊妹送信嘅來咧，送信嘅其實我哋是出社會了後，其實該送信嘅朋友同我一直有聯絡，其實久久咧，我哋是去佢同佢見面，然後希望就像朋友像種希望大家顧了解誰來就是我嘅初戀男友，佢兩晚已經結婚，用一個我記得很耐。
生活很美满，安尼嘛比较算是没有心结了。係啦，真勁吼。嘅小鳳咯，你倆下老初戀嘅對象還有聯絡冇？有聯絡，係啊，唔過冇事情，冇問題，有聯絡。然後初戀要當久咧，大家就有講係要5年咧，係啊，啊也下你係算好朋友啦。唔過千久冇見面咧，啊，而家要過得當好啊，你係一種朋友咁樣。故作冇繼續下去。當然冇繼續下去啊！我係做啲哦，一按太空本係跳就衝嘅。你有冇啲呢？冇，嘅倆下吼，希望大家老初戀嘅對象講一下花好冇？有冇解想要送俾初戀嘅對象？你講。愛聽錯老人講感謝啦，因為嗰時初戀還細嘛，佢懂照顧愛啊。不過因為一直在傷害，故所愛有陣時會無買了解他說做乜嘅時間愛分開。故所咩因為愛用嘅感謝佢，因為愛用嘅分開，愛用嘅傷害，愛自家都知道愛變更加強。嘿，故所最想愛老人講就係。後悔嘅嗬，韓國呢不要再變胖啦，好好過生活哦。係去減肥，係去減肥。嘅自然啊。其實我要感謝佢，因為我感覺其實我親很願意係我嘅初戀，每親什麼佢7年來嘅照顧啦。雖然後來分開之後，喺人哋上嘅媽媽強，後來咩造成有啲傷害，我感覺係祝福他，希望佢個以後。嗰個係一種祝福嘅心情，冇錯。跟住佢咪係要祝福佢。真嘅，韓國上海天窗係有嘅，因為會有用。互相傷害啊，嚟啊！嗰個天窗係有傷害，不過我係喺當感謝嘅半年嘅時間，我絕對唔會填表提佢，我永久啲愛情感度嘅係咧當獎嘅回憶，真嘅。韓國因為分開以後，我做嚟讀到韓國好嘅人，嗰個新人嘅咩愛感謝你好。跟住喺感謝台灣好心票來感謝大家。什麼感謝？什麼感謝？天用，我同新世界初戀寫來朋友講排泄，然後同佢分析哩，因為嗰時正經分手分到處理嘅無好，因為嗰時正經唔掂樣用嘅事，不過我知道，但係有時講佢用安尼，嗰轉去新世，我知道應該蠻係強用，因為新世界愛，新世界整體用。面對初戀嘅分手，應該去做強用嘅事情。這位小鳳，我要其實我老初戀講謝謝啦，真嘅神夢期，因為當係陪伴我韓國細細嘅時間，安尼長春嘅時光哈，然後我們一起又向下點點空空啦，做出動風巴嘅事情啦，其實也全部就回憶，因為佢也咩過了當好。哦，咩已經結婚有家庭嘅，係咩當希望講以後，哦，捱到幾個生日嚟，你老幾個生日咧？你嘅生日誒，老幾個生日咧？係啦，捱嘅生日咧，老家老公公嘅生日咧，兩陣都做好朋友，都係教鄉下太安尼，就講兩個家庭啊，咩安尼講感情咩當好，係啦，而家係有聯絡安尼。其實你講到初戀哦，就像你嘅天講嘅台詞講，我講嘅乜嘅啊？就初戀嘅純菜，就係為到遺憾來純菜嘅。唔過，呀初戀呢比極光之愛更加長嘅嗬。咁樣你就在極光之愛，而老太家講章來了。下禮拜今日嘅時間繼續來收看《香港太上宮》，要發太假歌，係你章來了。